靈情私語，哥林多後書8章1至7節，樂捐的學習。弟兄們，我把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告訴你們，就是他們在患難中受大試煉的時候，仍有滿足的快樂，在極窮之間，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厚恩。我可以證明，他們是按着力量，而且也過了力量，自己甘心樂意的捐助，在心的求我們，准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恩情上有份，並且他們所作的，不但照我們所想望的，更照神的旨意，先把自己獻給主，又歸附了我們。因此，我勸提多，既然在你們中間開辦這慈惠的事，就當辦成了。你們既然在信心、口才、知識、熱心和待我們的愛心上，都格外顯出滿足來，就當在這慈惠的事上，也格外顯出滿足來。保羅因為哥林多教會嘅改變，心裏邊相當歡喜。佢都因為馬其頓教會嘅樂捐而感到快慰，藉此提醒哥林多教會都應當跟隨馬其頓教會嘅榜樣。1至2節，馬其頓的樂捐。保羅將馬其頓眾教會所蒙受嘅恩典話俾哥林多教會。呢個地方嘅教會包括腓立比、帖撒羅尼迦、比利亞同尼哥波納。呢啲恩典係佢哋願意樂捐俾耶路撒冷教會，因為呢啲教會正面對非基督徒嘅大逼迫，佢哋仍然有內心滿足嘅喜樂。關鍵就係喺極窮之間，仲格外顯出佢哋樂捐嘅厚恩。呢啲教會嘅處境好似屋漏更兼逢夜雨，但仍然將心思顧念遠方嘅耶路撒冷教會。客觀上係神嘅恩典，主觀上係佢哋唔顧自己嘅需要而付出，因此得着內心滿足同喜樂。3至5節，保羅親自見證。保羅曾喺呢啲地區宣教，親自睇見捐獻俾耶路撒冷教會嘅熱心，按住力量都超過力量奉獻。呢個唔係勉強，乃係甘心擺上。因此，保羅懇切要求哥林多教會都跟隨馬其頓教會，盡佢哋聖徒嘅情分作出捐獻。保羅提醒佢哋，肢體有需要就當協助，不論喺本地或者海外肢體，都應當咁樣做。保羅更欣賞馬其頓教會嘅奉獻，唔係因着使徒嘅吩咐，乃係順服神嘅心意。嗰啲先奉獻自己，就係定咗心志，佢哋已經奉獻俾神。呢啲奉獻俾耶路撒冷，係基於呢個原則，以後就交俾使徒。6至7節，勸哥林多教會效法。保羅聽見提多返嚟匯報哥林多教會嘅情況，佢知道提多已經按住佢嘅吩咐喺佢哋中間開設慈惠救助耶路撒冷。而家佢想打發提多返去收取嗰啲慈惠，佢希望佢哋樂意捐獻。因此，保羅再一次稱讚佢哋恩賜全備，以及好有愛心待佢，叫保羅格外滿足。咁樣嘅愛心不但喺保羅嘅身上，都應當喺慈惠嘅事上，都叫人格外得着滿足。保羅好有智慧咁勸勉哥林多教會作出慈惠捐獻。佢首先舉出效法嘅榜樣，然後個人嘅見證，最後就係對人嘅愛心，應該包括所有嘅人。呢度對我哋嘅提醒：第一，以別人嘅榜樣成為自己行動嘅激勵；第二，無論自己有幾多難處，願意豁出自己，
叫人得益處。第三，從欣賞嘅態度嚟鼓勵別人擺上。第四，當睇重肢體係互為一家，當互相幫助，咁樣嘅支援係超越地理種族嘅。親愛天父，顧念有需要嘅肢體係我哋義不容辭嘅本分。我哋深信，當我哋無私嘅付出，甚至不足都付出嘅時候，必定能夠體會你嘅恩典係何等滿足我哋嘅心靈。馬其頓教會的確係我哋嘅榜樣，都成為我哋嘅激勵。阿門。問題思想：第一，我哋點樣為教會嘅缺乏嚟到守望呢？第二，我哋係咪時常顧念有需要嘅肢體呢？第三，我哋點樣常常操練甘心樂意嘅捐助呢？請再讀以上經文，寫低靈修札記。